嘿，大家好，今日有我哋4期21宇田地產介紹一個位於大埔嘅屋苑翠屏花園。翠屏花園個發展商係恒基兆業，入伙日期係由1986年開始，總共有4座，一共提供704個單位，實用面積係由262尺至到274尺。小學嘅項目係84，中學嘅項目係大埔區。今日介紹一個實用面積係262尺，放租為主嘅單位。好，先大家入屋參觀下先啦。入屋嘅左側邊係個廚房嚟嘅。好，再大家去參觀下洗手間啦。呢個洗手間係有窗設計嘅，方便濕氣排出。業主改咗個企缸，方便清潔打理。好，再參觀下個睡房。呢個睡房有對流窗嘅，空氣流通。好，再參觀個客飯廳啦。呢個單位個方向係東南嘅，冬暖夏涼。如果大家對於個單位有興趣的話，請聯絡我哋4期21宇田地產。多謝大家收睇。